日本有位56歲嘅前地盤佬，每日淨係瞓3個鐘，喺空無一人嘅凌晨，默默炸天婦羅，親自熬湯底。最瘋狂嘅係佢間鋪，只要你一坐低，一碗巨大塊嘅蕎麥麵就會送到你面前。呢間喺日本爆紅，連電視台都爭相採訪嘅早朝美食神店，老闆今年56歲，以前其實做咗30幾年地盤，完全係零飲食經驗嘅新手。當年退休，俾朋友講笑咁講，叫佢去開蕎麥店。結果佢真係將地盤工人取到盡嘅硬核精神帶埋入廚房，由你落單到麵送上嚟嘅時候，只需要5秒，真係淨係需要5秒啊！為咗呢5秒，老闆每日半夜就一個人返到去店鋪準備，將繁瑣嘅流程全部優化，用佢嘅美食極速治癒夜貓、上班族同埋社區居民。平時普通平價立食蕎麥麵嘅天婦羅通常都軟腍腍，但係呢間鋪嘅天婦羅大到驚人啊！就算浸喺湯入邊，依然保持到極級酥脆。熟客推薦嘅食法就係點鹽石，令炸物嘅爽脆度保持喺頂點。近期爆紅嘅魷魚酥天婦羅更加係大份到老闆直接講根本冇錢賺啊！老闆講佢每日喺廚房工作14個鐘，至於動力喺邊度嚟呢？原來就係每日洗碗嘅時候，見到客人將成碗湯底全部飲晒，將佢嘅炸物全部食晒，佢就覺得呢一切都值得啦。重點係每一碗售價只需要400 yen 起，折合港幣20幾蚊咋，叫到成台天婦羅，甚至係加大你嘅蕎麥麵，攞1000 yen 出嚟，居然仲有錢找啊！呢間唔係走高級精緻路線，而係行大碗又美味，而且仲要超平嘅平民路線。想食就記得 mark 低地址啦。